哎，来舅，好来。啊！舅，你看这些奇怪的木头是干啥的？榫卯居中，3758，两端平苏。这是一套鲁班锁。鲁班锁。鲁班锁。我怎么看不出这是一个锁呀？这是一套15柱活形鲁班锁，它的形状肯定是提前设计好的，很明显还差最后一根木头。这是一套15柱活形鲁班锁，它的形状肯定是提前设计好的，很明显还差最后一根木头，找一找那根在哪里？还差一根。噗！哎。这有一根，对，在这儿吗？有，在这儿。这就组装好了。他是不是在向咱们指明一个方向？走，去那边看看，有没有线索。看这里，看这里，来，搭把手，把这个柜子移开看一看。啊！小心点啊！哎，放心。你小心点儿。哎，潘小姐，下来吧，挺安全的。不用，你走开就行。没事儿，你过会儿下一半啊，你就踩着我肩膀就行，我练过，保证你安全。你哦，对，你记着这个点啊。这怎么这么晃啊？你慢点，我给你扶着。你扶稳了。慢点。对，这只脚往下，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一点。哎，这样，
你踩我肩膀。对，这儿，你往我肩上踩，来，踩我肩，来，这儿，来，我不，不，那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哎，给我散开！舅，外甥，你没事吧？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舅，能不能起来再说？哦，对，起来说，快！抓住你了！啊！我抓你！跑喽！你慢点儿！小孩儿，别害怕啊！大耳朵叔叔呢？大耳朵叔叔，谁是大耳朵叔叔啊？小朋友别哭了。就是我们的大耳朵叔叔啊，爸。孩子，别怕啊，我们是带你们回家去。我还要等着大耳朵叔叔呢，快告诉我们大耳朵叔叔在哪？大耳朵叔叔，是不是刚才那招风耳啊？是不是拉洋片那个吗？来，孩子们快过来！你们别害怕，现在安全了。这好像个游乐园啊！就是，这怎么做到的？这个木工活做的挺精细的。哎，小孩儿，这里面还有没有别的人呢？大圣在帐篷里睡觉，我们还等着大耳朵叔叔买糖饼。那帐篷在哪儿啊？在那儿，跟我来。带我们看看。他就在那儿。小孩儿，小孩儿，醒醒，醒醒，睡着了。孩子，醒醒，醒醒！哎，哎，醒醒！小孩儿，没气了。他在这里多久了？大耳朵叔叔自己买糖后，他就自己来这睡觉。大圣说想吃糖，大圣，我们都喊他大圣啊。我是三师弟，我是白龙马，大耳朵叔叔是猪八戒。那大圣和大耳朵叔叔是什么关系啊？爸爸和儿子。这个时候，他们一定是相聚了。孩子们，咱们现在回家吧。我不回去，我还要留在这儿。我也不想回去，我想在这玩。为什么呀？你们爸爸妈妈正在家里等你们呢。在家没有这儿好玩儿。
回去吧，这里永远属于你们，我保证。好吧，我们从水帘洞走吧。水帘洞就是我们的秘密出口，跟我来吧。我先把孩子带回巡捕房，再把招风儿的后事料理一下。走，辛苦了。那边走，来。你们看，这套好像是新的。赶紧放进去看看。大圣啊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呀！爹，疼，爹，好疼啊！儿啊，爹，疼，没事，都怪爹不好，爹没照顾好你呀！好疼啊！爹，疼，好疼啊！因为一场大火，孩子烧伤了。我在拉西洋金挣钱的时候，他只能一个人在家，坐在角落。他性格开始变得孤僻。外面的孩子看到大圣，还以为看见了可怕的人。家中的窗户经常被人炸坏。我想带大圣出门，去外面和其他的孩子一样，在阳光下自由地奔跑。可他对自己的样子自卑。宁死也不愿意跨出大门一步。由于大火的灼伤，影响了肺脏，大圣的身体越来越差。我没有任何的办法。太好了，眼看他活不过今年，大圣有木马玩，只能尽最大的努力，让他得到一个孩子该有的童年。我让朋友打造了玩具，来呀！在这最后的时光里，给他最大的快乐。上台，口吃油，下自然，叽里咕噜，哎呀呀呀，滚下台！滚下台啦！滚下台啦！口吃油，滚下台！大圣渴望有朋友，渴望有同龄的孩子陪他一起玩。大圣，你看爹给你做的跷跷板，我也想有朋友。
我也想有小伙伴陪我一起玩，可我不敢。为什么他们能在外边玩，而我不能？大圣，我也想出去玩，我也想和他们一起玩。小孩啦！为了给他弥补童年，也弥补我对他的亏欠，我制造了很多跟他之间才有的秘密。这些秘密只有我们俩才知道。抓住你了吧！哎呦，好好好好好！我发誓，一定要在这一年，让他过最后一个难忘的生日。到哪里啦？哎，都是爹不好，都是爹不好，爹没看好孩子。对不起，孩子。我要用西洋镜的墨彩，给他俩打造一口棺材，让他们永远在一起。走吧。哎，他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走吧。哎，他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这不是徐家大公子徐福陵吗？难道家里又出事儿了？咱过去看看吧。别过去了，来这儿能有什么好事儿？逝者为大，别打扰人家。记得徐家当家的是连城著名的士绅，徐生江。他们家的那个事儿就是我写的，不过我没提是徐家的事儿，但全城人好像也都知道了。不会是他死了吧？这不可能，以徐家的财力跟声望来看，不可能起这么小的坟墓。那说不定是人家低调呢。那边啊，确实是有钱人的坟场，而且有些碑前还有照片呢。有照片？这照片还能镶碑上呢？大记者天天用相机，连这都不知道呀？这我确实不知道，不过这样整也挺好，能让子孙后代知道先辈长什么样。滚蛋！滚蛋！你怎么又来了？滚蛋！怎么又来了？你就是一滩臭狗屎！你比臭大粪还臭100倍！你走到哪儿，哪儿就变得恶心无比。这得结了什么仇什么怨呢？不知道。不过这徐家父子呀，估计没少欠什么感情债。
这徐家大公子可能在外边惹了什么姑娘，人家黄花大闺女一想不开，寻了短见。你这孩子啊，最大的优点就是睁眼说瞎话，不知情的事儿不要胡言乱语，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不走是吧？好，你就对着她跪，她就是我的小女。你今天就是磕10000个头，也赎不清你们徐家对我们家的罪。在意8月80儿童事件这个后续写的怎么样了？之前你可承诺的好好的跟进这篇文章。啊，对了，题目一定要想好了。那台英国的塔子鸡还在躺在那里等着你呢，好吃，好吃什么筷子来的？好吃放不下筷子啊，对，不要放筷子，这你还要正是要再创辉煌的时候。主编，这文章我写不了。杨关道，我有必要要提醒你了，现在正是你事业爬坡的时候，千万不能停下来，也更不要被外界的因素所干扰。主编，但这个故事背后其实很复杂。纷纷的传言与我们毫无关系啊，只要你把文章写得润色了，能够吸引人就可以了嘛。可是人非草木，哎，你这还是别忘了，你是个编辑，你要有高屋建瓴的能力，还要有总体把握全局的视野。主编，我还有一主意，您听听。你说。我是觉得有些故事咱们就不从奇闻异事的角度去出发，我们再开一个板块，就写那些人间真情、风雨沧桑。屁话！写那些有人看吗？谁看？我问你，真正识字的又有多少人？可咱们之前销量不是很好吗？写民间意识是容易传播，有一个人识字的看了，他就会讲给许多人听，那么这些许多人就热聊于这个话题了。但是哎呀，你打开窗户好好看吧，那些大姨大妈、大婶、大叔们，他们纷纷的都在议论什么话题？好，下次再来啊。好好啊。哎，段师傅，忙着呢啊，我想麻烦你个事儿，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小玩意儿？黄师傅麻烦我，哎呀，这，那我必须得给面子呀。嗨，搞了一辈子的木匠，第一次见到这种榫卯啊，中角榫、钉子榫、蛤蟆榫、抄手榫也不对。哎呀，只能说会制作鲁班锁的人很多，但是像这其中的穿插方式绝非一般。没见过吧？没见过啊。段师傅，以你的经验来看，谁具有这样的技艺？也许是花木匠。花木匠，你见过他吗？没见过，听闻过。据说他精通斧山法，他原名就叫花木匠。哎呀，都这么叫他，具体姓不姓花呢，就无从得知了。这个人呐，神秘得很，全都由徒弟们出头，他只管做活。据说年近70，体态佝偻，相貌丑陋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里？50里外的张城。具体位置呢？
悲伤的父子啊！回头我得要到他们的坟地去祭奠祭奠。主编，这个故事是不是写得很好？写得很好，但是不适合在我的民间怪谈刊登啊。为什么不合适啊？每一个惊悚离奇的故事之后，往往都有一个无奈的真相。哎呀，再考虑考虑吧。不是主编，现在主标题写的还不够离奇。好了，先接个电话，先忙去吧啊。喂。小杨，小杨，嘿，怪事，怪事，天大的怪事啊！赶快去采访一下，非常好的一个题材。又发生啥事儿了？后山坟地的纸，据说长出了脸和头发来了。什么？姐姐，这纸人发生什么呀？撞邪了，纸人咋灵了？炸灵？到底是咋了？小伙子，你自己看看吧。这个。谁这么无聊啊？一看就是假的。咦，可别乱说啊！让开！你干什么呀？你拍什么拍？就我拍纸人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春秋报的记者杨官道，我管你阳光道还是独木桥，我说不让拍就不让拍。等我，哎，不拍就不拍呗，你抢我相机干啥？对了，这恋爱和这纸人什么关系？都怪一条狗的纠缠。害得我家女儿死后都不得安宁啊！这话从何讲起？边城谁不知道许家乱，许家脏，许家的不干净啊！还把这邪祟之物染到了我家小女身上，我操！咱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啊！徐公子，徐公子，还记得我吗？你为何在坟间长跪不起？心内伤仅存的。那为何尹父又要这样对你？去年我家一个护院者，因为偷盗被我父逐出，无事可做入了马贼。如是尹家盗窃后，被尹妻发现，为了灭口，将其手刃。可这事儿和你们家也没什么关系吧？当时尹妻未死，他一口咬定就是我们徐家下定。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那究竟是为何？尹妻在需要用药治疗时，我们家没有卖给他，
终导致尹妻死亡。当时药房没有那几种药材，因为皆被家父徐生江所控制。你们徐家药材生意做得那么大，怎么会少几味药呢？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那名满族女子因受毁容之伤，恰巧也需要那几种药，却耽误了尹妻。而我不知内情与尹父对峙，也就是那时，尹兰走入了我的内心。那既然你们徐家和尹家有这么大的仇，那你们俩又是怎么在一起的？他的善良与纯洁，让我感受到了世间的万般美好。其实，他并没有答应我，所以是你一厢情愿？也不算。我爱他，我知道他也爱我。这张相片，就是他偷偷赠予我的。但因为我家和他家的恩怨，我们注定无法在一起。黄师傅没来吗？好几天没来了，或许去找什么人了吧？找什么人啊？啊，好像也是位木匠。哎，他给我打听了好多事儿，那具体找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打听的什么事儿啊？跟木匠有什么关系？您能跟我说说吗？你俩真有意思，互相不讲，找俺传话。老板，棺材打得了啊？大户人家还是寻常百姓啊？不重要，是想给已经死的人打棺材。老板，这话俺没听懂啊。那棺材难道还有给胡人打的呀？哦，是想给死者换口棺材，还需按照我的要求做。啊。这打个棺材需要这些个木材啊？一般的柏木、松木、楠木就行了，为什么要用杉木啊？两头还要钉镜子。这下葬者沾染了邪祟，你按照我的要求做便可啊。还需把尸体挖出来，用鬼门13针除邪，才能重新入土，方得安生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？这下葬者沾染了邪祟，你按照我的要求做便可啊。还需把尸体挖出来，用鬼门13针除邪，才能重新入土，方得安生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？哟，说出来怕吓着。这死者呀，过不了阴阳界了。老板，这个您能出多少价钱呢？2块大洋，那您另请高明吧。嗨，2倍价格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好好做。哎，嗨，这个钱挣的不地道吧？是不是仁兄？咱俩之前是不是见过呀？没见过，没见过，我怎么瞅你这么眼熟呢？来，按你说的办啊。好嘞，放心吧，老板。老板慢走啊！你别再干那些歪门邪道的事儿了。那后来呢？他早已深感肺痨，在父亲的压力下，拒吃我的药，最终，造化弄人啊！我对不起他们家，对不起他。如果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，就算抵上我的命，也在所不惜。徐公子，事已至此，好生珍惜就行了。可他死后也要跟我在一起，那个纸人就是证明。他不甘，他还爱着我，他的灵魂化作纸人也要见我。徐公子，你冷静一点。那个纸人不知道是谁弄的，也不知道目的是什么。不可能，他在唤我，他在找我，我必须要每天都去见他。徐少爷，
你冷静一点。现在后山纸人这事儿啊，越传越邪乎，说这纸人的脸跟那女子生前的脸一模一样。太可怕了，该不会真的是借纸人还阳吧？哎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鬼不缠人，人自缠，都别信这个。但这徐家公子吧，却一直觉得这纸人和自己有关。那个叫古四的受隐妇所托，头七还要开棺。开棺？这个古四，我已经警告他不要再干这种事情了，怎么又要兴妖做法骗人钱财呢？太可恨了，这个的。可这纸人到底该怎么解释呢？这有什么不好解释的？一点都不蹊跷。我跟你讲，事有反常必有妖，慢慢的你就能找到答案了。开棺这个事儿啊，我觉得不可以。尸骨未寒开什么棺？这是对死者最大的不尊重。但开棺这事儿已经得到了隐妇的支持，咱们这些外人能有啥办法？哎，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，这是最大的难题。你现在就告诉他说古四是个骗子，人家说不定还不信呢。对付这种人，只能静观其变，让古四最丑恶的面目显露出来，咱们再告诉人家，那个时候就好办了。这些骗子特别坏，还说什么无子不能葬家乡，非要换个地方，这对女子是莫大的不尊。兴妖做法，图财害命，人心不古啊！这件事儿咱们一定要管。外甥，这回你算是进步了啊！让一让，让一下。开棺！你们干什么？绝不能开坟！你还有脸来？就是你这个脏东西害了我女儿。他是喜欢我的，绝不是沾染什么邪祟。放屁！你就是个坏种！你们全家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快滚开！不行，不行！各路大仙前来降妖除魔，这是罪过呀！哎，等等。我记得你是那骗子。你是何人呢？我与你并不相识。肯定是你。还有你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。还有你，你也是。你们在徐家招摇撞骗的那些把戏，我可全知道啊！信口雌黄！事成将至，莫要耽误眼前大事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拉开！放开！开棺！冲瓜乱世箭头，隔山道士反有仇。漫漫历来已无头绪，谋士求财皆不利，提防邪祟。装神弄鬼的，之前搞人徐家，现在又来搞尹家。事成将至，必须马上开棺。好，开棺！不可，黄师傅，还请您帮忙阻拦一下。慢着。这位大哥，开棺不是小事，孩子尸骨未寒，不能糟蹋和亵渎啊！如果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他们几个是骗子，你肯定不信。刚才他在这里张牙舞爪，妖言惑众，你看出来没？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你是外人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哎，对，你可以查一查，这个神婆背后藏着竹马纸，这个钟馗袖里有短棍，还有那个风水先生，他那罗盘是假的，碗里还有蜡。至于这个带头的，他那符纸沾了水就能显现符文。对，就是这群人，就是骗子。我听闻，确实是那个矮木匠帮徐家清除了邪祟。对，我也记得，这个我可以证明，我都看到了。
我们几个说的对不对？您一查便知。不，这几个人都是乌合之众，切莫听他们妄言啊！今天呢，就不开棺了。不是，何时再可做法事啊？来人呐，你们搜一下他们几个身上，有没有方才说的那些东西？没有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都看你。瞧瞧，差点信了你们几个人的鬼话。来人呐，把他们抓起来，报官！赶紧跑啊！抓起来，都给他们抓起来！舅呢？你看见他了吧？怎么一转眼就人就没了？他是不是自己先回去了？那也应该说一声啊，不吱一声就走，算什么意思吗？要不咱们去找找？将军山那么大，去哪儿找啊？要不咱们先回家等着吧。走，慢点。兄弟，你手艺怎么样啊？您是理发还是刮面？先刮面吧。兄弟，你手上的炭黑和纸人脸上的应该是同一种。富贵非关天地，祸福非关鬼神。整个坟上只有你跟他人与众不同，除你之外，其他人都在关注纸人。只有你，在冷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这个世上有很多事，我们本就控制不了，只好控制自己。兄弟，我想知道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？吾与他如同波与藤，抛波气，藤寸难行。兄弟，我真的是毫无恶意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早就知道你不是来理发的，想知道的话，就随我过来吧。你怎
总看我干啥啊？看路。你这鞋是不是不舒服呀？要不我勉强做你司机吧？勉强就算。不勉强，不勉强。上车。坐好了吗？好了。那咱们出发啦。出发。你慢点儿。这还快啊？你要是觉得快的话，你可以抱着我呀。你看路。看着呢。你慢一点。很快吗？嗯。我平时骑的会更快。你看前面。哎。哇，你慢点！你慢点！舅，黄师傅，舅，哎，这老头去哪儿了？他能去哪儿啊？不知道，怪事儿都赶一天发生了。平时你不是最喜欢这种时候吗？方便收集写作素材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发现我自己对那些奇闻怪事不那么感兴趣了。人们呢，总喜欢把一些事情推脱给鬼神，却不愿意去发现故事背后的真相。也许是因为真相太难以找寻，也许是鬼神可以满足一些人内心的卑劣。黑灯瞎火的，就在这里聊吗？就在这儿聊。在这儿聊。发根结实粗壮，那是最后一个武状元的头发。世事无常啊，兄弟，这黑灯瞎火的，能不能给点亮啊？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，如今倒成了改朝换代的象征。这根是饮马镇崔老六的头发，几十年前杀了洋人，被朝廷的刽子手剁了脑袋。那把行刑的拐子刀，至今还在龙王庙里供奉。你到底说什么呢？我真没听懂啊。
给你多少钱要我的命啊？你怎么不敢说话了？今天你既然来到这儿，就别想活着出去！你以为我怕你啊？你行啊，炸我！我要不炸你，我刚才说不定连小命都没了。你看你这边啊，这么多的脸谱和辫子，你到底是干啥的啊？知道你是个理发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个戏班唱戏的呢。少废话，动手吧，给个痛快。我动啥手啊？我真不是过来杀你的。我早就告诉你了，我对你一点恶意都没有。你自己还能站起来吗？要是能站起来，就过来坐一下。咱们坐着说，好吧？没有恶意，你为什么一直跟踪我？你是木匠吧？你看出来了？是的。你这些画是你自己画的，还是从哪儿来的？尤其是那个兰花，我好像从哪儿见过。徐家。对，我确实是在徐家见过。你还说你不是徐家的人？这个画我确实是在徐家见过，但是我真的不是徐家的人，我也不是徐家雇来的，咱俩无冤无仇，我骗你干什么？你做木匠多久了？不是本地的吧？我胶东来的，做这行30多年了嘛。多年前，我做过蟹匠，说起来咱们还算是半个同行。好啊，分解原木的。你真不是徐家的人？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我真的不是徐家的人，也不是他们雇过来的。如果我来是害你的，那么刚才我在踹倒你那时候，我早就动手了。你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？你在坟场上做的那些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特别想知道的是，你跟徐家公子有什么恩怨？徐家都该死。我与你虽然同行，人称段大嘴，跟拉洋片的那个招风耳有关系。他原名叫李思海，他那个拉洋片的箱子跟这个木头有关。男孩叫纳巴图，女孩叫纳瓦。关于某，谁给你打到？花木人，
这个人呐，神秘的很。据说年近70旬，体态佝偻，相貌丑陋。那曾是我家的房宅。革命爆发以后，家父变卖了房产，想带我们离开。后来被军阀劫杀。我还有个姐姐，她为了活命，隐姓埋名的继续留在徐家做佣人。你是那马桶？你知道啊？以前听说过你。你接着说。我拿着卖房的所有钱，去了东洋留学。在东洋留学的时候，学的是西洋画专业。本想学成回国一展宏图，谁知道模特是当地恶霸的女人，以伤风败俗作为理由对我进行殴打，还砸断了我用来画画的手指。干什么？我就想，那我就回徐家，跟我姐姐会合。却得知了我姐姐被徐家人迫害致死的消息，而他们所有人都认为我只是个疯子。后来听说徐家要扩家养房屋，我便混进木匠里面。哎呀，兄弟们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喝点水啊！哎呀，别累着啊！我要让徐家把欠我的都还回来。木匠师傅告诉我，把老鼠放到房梁中，会让他全家都遭到厄运，也就是你们所谓的压生术。为了活命，为了报仇，我什么都做过。赶上革命后，人们纷纷剪掉辫子，我就靠收头发勉强活着。后来就做了剃头匠，就是为了能够伺机报仇。我像牲口一样苟延残喘地活下来，就是为了让徐家对我姐姐的惨死付出代价。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。于是我就长期守在徐家门口，洞悉他们的一切。徐生江很少出门，我就盯上了徐家大少爷徐福林。我看到他对爱情的向往，没想到在徐福林的身上还能看到人性。他爱那个女孩，爱的辛苦，爱的纠结。我在晚上去了坟场，我把纸人的脸按照女孩脸的模样临摹，我倒要看看徐福林是不是真的会爱人啊！我不信，我更要看看他看到纸人以后的反应，是胆怯，还是真的怒念？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啊！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对一个人的恨，不能转嫁到另一个人身上。恨，永远无法止恨。只有爱和宽容，才能止恨。
你对徐家的恨，我理解。咱俩做一个彼此的承诺吧。直说，我带你去找你姐姐。你知不知道她还活着？姐姐，她还活着？嗯。她在哪儿？说。兄弟，先冷静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好吧？啊，先坐下，先坐下。我答应你，你只要帮我找到姐姐，我绝不纠缠薛家。我答应你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先坐下，先坐下，好吧？啊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来，我跟你慢慢说。